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晚上要来进入提摩太前书第9天的共读。我们要先请嘉玲执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他们低头祷告，为喜爱耶和华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求主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真知道你。求主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专一的聆听你的话语。求主赏赐我们一颗爱慕你话语的心，如同孩子爱慕奶一样。愿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一起聆听你话语的时间。谢谢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我们要来读提摩太前书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经文是提摩太前书第6章11节到21节，要请美英执事来带领我们来读。好，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给提摩太的指示：至于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人，你要远离这一切，要追求正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在信仰的竞赛上，要尽力奔跑，为自己赢得永恒的生命。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你蒙上帝呼召，在许多证人面前公开宣认的那美好的信仰。其实基督耶稣在庞修比拉多面前作证时，也同样做过美好的宣认。在赐生命给万物的上帝和这位耶稣面前，我吩咐你要忠诚无可指责地遵守你所受的命令，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那一天。15节，上帝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他显现。上帝是可颂赞、独一无二的全能者，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唯有他是不朽不灭的。他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能看见他。愿尊贵和永恒的主权都归于他。阿们。对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你要警戒他们不可骄傲，不要把希望寄托在那不可告的财物上，而要依靠把万物丰丰富富地赐给我们享受的上帝。要吩咐他们行善，多做好事，慷慨施舍，随时记住，这样他们就是在为自己积存财宝，为将来建立坚固的根基，好叫他们把握住那真正的生命。提摩太啊，你要好好地持守你所接受的托付，要避免那些不敬虔的空谈和所谓知识的荒谬争论。有些人以为他们已经有了这种知识，以致在信仰上迷失了方向，愿上帝赐恩典给你们。以上。好，谢谢美英姐。那我们来做一点提摩太前书最后的一些整理哦。好，那关于提摩太前书，我们有提到关于他是在保罗第3次布道旅行来开始这个以弗所教会。那同时保罗在罗马监狱离开之后来访问。好，那在第1章第3节有提到保罗说他要往马其顿，你就是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写作日期是在主后64到65年之间了。那以弗所教会大概也建立了5年到8年之久的时间。那在以弗所教会有遇到组织教导还有一些纠正的事情上有一些困难，所以提摩太全职服侍牧养的时候需要保罗的支持还有指示。那保罗写作的动机就是劝勉提摩太继续留在以弗所。那提摩太可能很想要回去保罗身边，所以保罗要帮助提摩太，也要帮助以弗所教会。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来宣扬维护福音真理。那福音就是上帝交托给保罗荣耀的福音，所以要有上帝的看重，保罗看重自己的职分，然后有上帝的托付，要传递负担，然后和同工一起来分享承担荣耀福音的职分。那在提摩太前书这些卷书的特色，有一些字是其他书信没有出现的，比如说敬虔、自守、正道，
那这些字呢，在其他书信没有出现，只有在提摩太前书才有。那对上帝的称谓也是特别的，譬如说救主神、勇士的君王。那有一些其他书信比较常出现的感谢灵传扬，那在教牧书信当中也比较少出现。那在教牧书信里面呢，有总共出现了这话是可信的，而提摩太前书就出现了3次1章15节提到基督降世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3章1节讲到有人想望监督羡慕善功，这话是可信的。4章10节操练敬虔有今生和来世永生的应许，这话是可信的。所以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也大量的引用引用其他的当时教会界常用的词语。那还有讲到保罗在论述教义之后加上这话是可信的，那表示保罗是语重心长，也加重语气。那在提摩太前书有3首的诗歌，那我们在这个圣经的编辑可以看到，比如说1章17节，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有事君王独一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3章16节，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还有第3首是今天读到的6章15、16节，到了日期，那可称颂独有全能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是人未曾看见，也是不能看见，要让他显明出来。但愿尊贵和永远的全人都归给他，阿们。所以这3首诗歌呢，在1章、3章、6章呢，交织在提摩太前书当中。而整个提摩太前书的语气呢，保罗如同父亲一般教导提摩太。那我们也可以看出保罗对提摩太的关心，甚至还关心他的身体，告诉他不要只喝水，要喝一点红酒。那也比较不像其他书信很系统性的教义，但是我们也是尽量的可以看到，就算是一个家书或是给提摩太的教牧同工的书信，但是还是有保罗非常有严谨、非常有次序的这样的系统的教导。提摩太前书的要旨就是有当时有纯正的教义，还有教会生活的指示，还有教牧的操守。那特别是领袖、长老、执事，还有教会的生活伦理，照顾弱势，照顾弟兄姐妹，照顾奴隶，或是主人对待主人等等。那提摩太前书，我们昨天提到关于财富的问题，今天会继续提到，昨天有提到，今天也必须提到，就是有钱人当时的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市，所以有很多富有的信徒，教导有钱人要承担教会内的责任。要防范因钱财造成的问题，要学习慷慨施予，也不要因自己的是捐献而趾高气扬，也不要把盼望放在金钱上，忘了真正可靠是永活的神。有钱不是罪，贪财才是万恶之根，但要用的合乎中道。所以物质上不论不富足，即便物质生活不富足，可以在善事上富足，不论贫穷或富足，都可以与人来分享。财富的原则，保罗也要提摩太像这些今世富足的人，要敬虔知足，远避罪恶行善。对比永恒的财富跟今世的财富，金钱绝非绝对的快乐资源，也不要错失焦点，误以为金钱带来快乐，因为有一天财富都会化为乌有，而自己要为自己所拥有的感到满足。也要监管自己，不要成为金钱的奴隶，要爱于人胜于爱钱，爱上帝多于爱钱，爱上帝的工作多于爱钱，乐于与人分享自己所有的。所以在最后的结束，就是保罗的嘱咐祝福，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这个你们就是提摩太和提摩太教会，对不起，和以弗所教会，包括我们上次有说以弗所地区的众教会，可能都会轮流来诵读这一卷的书信。昨天的金句第6章第6节，其实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利。好，那我们来复习，倒过来复习第6章，昨天讲到的，是讲到富恶的奴仆要尊敬主人，而信主的主人要更加殷勤，而假教义使人自高自大，不停争吵，借机发财。真财富是敬虔加上知足，那要避免贪财而离弃信仰，以致灭亡。
第5章提到了对待弟兄姐妹、对待弱势、对待寡妇，以及善于领导的长老，而长老有这些时候如何处理，而且保罗提到提摩太要照顾身体。第4章是圣灵的提醒，有人会相信谎言，但是要明白上帝的创造，借着神的话、读经和祷告，要提摩太思想永生的应许，也要提摩太以身作则，成为榜样，要以提摩太殷勤下功夫。第3章讲到了长老监督要向外，执事要向内，长老执事成为神家中的柱石和根基。第2章提到祷告，还有跟神的关系，保罗奉差遣，男人祷告，女人见证，论事神的权柄。那第1章是提到了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命令，出于爱，是福音，是保罗的感谢，也要劝提摩太打美好的仗。那这是我们做最后一次的复习。好，那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段，最后一章的最后一段，11到16节，保罗嘱咐提摩太追求属灵的美德，持守真道，直到最后。那特别提到一个字，11节说你这属神的人。属神的人这个称呼呢，在旧约通常是指先知神人，和本翻成神人。好，那美好的仗，好，那我们看现代台语跟和本，我们会看到2种翻译，一个是拿来指战争，一个是拿来指运动竞赛。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现代中译的修订版，指的就是指在场上赛跑的，在信仰的竞赛上，它就不是用战争，但有的翻译会用战争，所以2个都可以用。而持定永生的持定就是把握永生作为奋斗的奖赏。那在许多的见证人面前做耶稣的见证，指的可能就是提摩太受洗的时候，或是他按立成为全职同工的时候所做的见证。那叫万物生活在耶稣面前这句话，可能是当时的人在洗礼或是按立时候会宣读的话，就是在赐生命给万物的神面前，并且在本丢彼拉多面前做过美好见证的基督面前来嘱咐你，好像我们在念使徒信经一样，是一个信仰告白。还有呢，这里在讲到说，基督是那个独一不死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是人未曾看见也不能看见。那这一个词呢，这一句话呢，是来自于出埃及33章，32章的时候是摩西这些以色列百姓拜金牛，上帝本来要消灭他们，只留摩西一家，但是摩西替他们为他们代求。后来呢，上帝就应许摩西可以在磐石上看到上帝的背影，上帝的荣耀经过，然后在磐石的缝里面，上帝用他的手掌来遮掩，那摩西可以看到上帝，所以也是用形容这样子的这一个荣耀的光经过。然后讲到这一段讲到说，这个打美好的仗呢，直到基督显明，就是指耶稣基督再来。那最后的17、19节讲到，有富有的人要专心倚靠神，而且要乐意周济穷人，还有最后的嘱咐和祝福。那我们讲到为信仰打美好的仗，那这里说要避免逃避这些事情，然后要追求一些事情。逃避的事情呢，就是昨天第6章前面读的6件，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争辩，善于舌战，还有假敬虔和贪财。自高自大呢，是出于人的自卑；一无所知，出于人的愚昧；专好争辩呢，出于人心中的苦毒；善于舌战，出于人的骄傲；假敬虔是人所造的宗教，而贪财就是敬拜马门、敬拜金钱，而不是敬拜神。这个是要防守的地方，就是要逃避。但是保罗也说要追求6件事情，公义就是照上帝的旨意，敬虔就是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信心就是要看见上帝所望之事的实底，爱心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忍耐竭力保守圣灵所赐的合一，温柔的人有福了，他们必要承受地土。所以在这边信仰美好的仗，有时候是要防守，有时候是要进攻。防守就是这一些的红色的这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进攻呢就是绿色的，就是这些上帝所喜悦的事情。所以这一段的经文，保罗提到提摩太，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人，
所以你要远避，要追求，要尽力。所以有防守，有进攻，而且要持续的努力，保持平衡。而17节讲到第二种人，今世富足的人，这些人呢，就是要警戒他们，要吩咐他们，好叫他们。第三种人呢，就是愿上帝赐恩典给你们，你们就是这些遵守保罗给提摩太教导，好好持守的，而且知道怎么样去避免的人。所以你是上帝所重用的人，要远避，要追求，要尽力。那这样子做呢，就会为自己赢得永恒的生命。所以无论是上帝所重用的人，或是今世富足的人，可以为自己赢得永恒的生命，也可以为自己积存财宝在天上，为将来建立坚固的根基，把握住真正的生命。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就是还有以弗所教会的信徒，就是重点在于不是这些当长老当执事或是当奴隶或是有钱富足的人，重点在于上帝所给我们的生命要把握，要赢得，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天上，来为将来建立坚固的根基，就是打那美好的根基。所以这是保罗非常看重的。总归一句，就是要把上帝的形象继续的传承下去。所以这个上帝的形象是从创世纪一开始，上帝用自己的形象来造人，亚当也是按照上帝自己的形象来造。所以当亚当的第一对儿子该隐和亚伯他们没有活出上帝形象的时候，上帝才透过亚当夏娃又生了以挪士，那继续传承这个上帝的形象。那这个形象就是来自于活出上帝的生命，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能够活出上帝的旨意。而这跟没有灵的活人差别在于跟上帝之间的关系。而今世富足的人，不要把希望寄托在不可靠的钱财，而要依靠那万物丰富赐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样就是为自己的生命在把握，在积存，在打根基。那保罗在这一段的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吩咐，这个吩咐前面就是做了信仰的宣告，或是念的信仰的告白。这个吩咐呢，就是要忠诚无可指责的遵守你所受的命令，直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的那一天。所以为信仰打美好的仗，从第1章出现，然后在第6章出现，然后在提摩太的后书的第4章也出现。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路我已经跑尽，所相信的道我已经守住。所以提摩太前后书都有这个美好的仗，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打仗，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运动场上的竞赛。那但是无论如何呢，它都是要尽全力来去争取最后最大最终的胜利。所以要15节16节说，上帝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使他基督显现。上帝是可受颂赞独一无二的全能者，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唯有他是不朽不灭，他住在人所不能靠近的光里，没有人见过他，也没有人能看见他。愿尊贵和永恒的主权都归于他，阿们。那这是提摩太前书的第3首诗。这首诗呢，保罗把它写在这边，那也是用来支持他对提摩太所教导的。关于这场战打到什么时候呢？他的最后终战就是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刻。那关于耶稣基督的显现，整个圣经从旧约圣经的预言到新约的开始，就是道成了肉身，然后充充足足来到在我们的中间，有恩典有慈爱。所以耶稣的显现就是从旧约来到了新约。而在新约，特别福音书的马太福音16章16节，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的这个境内，耶稣来问说，人说人子是谁？彼得第一个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虽然在耶稣诞生以前，出生以前，就很多人知道他是基督，是弥赛亚，但是第一个公开宣认耶稣是基督的，就是彼得。那就是在马太福音16章16节。后来耶稣他成为基督，他就开始耶稣的教导，就是说他开始不再是只有传福音，而是开始预言他要受害受苦。那所以耶稣为我们的罪受害，并且受死，
复活升天，然后到使徒行传赐下圣灵之后，继续为基督来做见证，见证耶稣就是基督啊。好，那甚至希伯来书第7章也说，好，耶稣基督是大祭司，他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所以当耶稣升天之后，耶稣不是到天上去就休息没事做，他是要继续拯救罪人，而且他继续为在上帝的宝座前为我们代求，好，如同罗马书所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来祷告。那启示录讲到耶稣的显现是将来从天再临，施行毁灭，施行审判。所以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呢，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不是我们第一次看到那个耶稣降生在马槽，温和慈祥，好，然后小 baby 耶稣。耶稣再来的时候呢，是穿着白衣，好，然后骑着战马，带着天军天使，好，是要来施行毁灭，好，在他的眼中好有闪电，好，然后他要来施行审判，要建立迁徙的国度。这在启示录的19章到20章，20章之后又继续说，那千禧年国度时间满了之后，好，会进入末日的审判，然后有白色的大宝座和第二次的死。好，那进入到第二次的死呢，就是永远的死，那对照就是永远的生命。而21章启示录21章讲到的圣城，好，就是新天新地，是先的耶路撒冷，好，在那里有羔羊的生命册。好，启示录最后一章讲到了生命河，神和羔羊的宝座，好，是融合在一起，就是上帝圣父圣子圣灵的宝座，好，是融合在一起，而且提到不再有黑夜，在这个地方好，只有主的光，只有上帝的光，所以不再需要人造的光，而是神的光。好，所以上帝第一个创造就是要有光，而启示录的结束呢，好，也是用光，好，这个就是回到只有上帝的光来通。好，所以我们今天读到这个提摩太前书第6章，好，讲到那个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里面，指的就是指这个要有光的光，好，跟这个启示录22章只有主的光。好，这个第1章上帝第一个创造，好，要有光就有光，但是太阳、月亮、星星是在第4天才创造出来，所以上帝的那个光并不是宇宙万物所被造的光，而是上帝自己的光。好，所以关于耶稣基督的显现，我们可以明白，所以我们的征战要一直到这样的事情完全来成就为止。提摩太前书今天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11到16节是上帝所中的人，17节到19节讲到是今世富足的人，最后的2节讲到领受恩典的人。上帝重用的人就必须要逃避一切的恶事，要追求那6样的善事，同时要尽力的去征战，打那美好的仗。而今世富足的人，不要将他的希望寄托在钱财，而是要依靠上帝的恩典。上帝是厚赐万物给我们享用的上帝，所以上帝不是反对我们有钱，上帝是反对我们被钱拥有。上帝要我们把握我们真正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就是为将来天上的生命，要进入到永远的生命来打根基。好，所以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也是在牧师这3周的主日的信息，要管理自己的家，然后管理明天要分享是管理上帝的家，下个礼拜要分享是管理天上的家。天上的家跟我们今天在地上怎么活是息息相关的。而领受恩典的人就是好好的持守托付上帝所托付，接到这个棒子，把这个棒子继续的传下去，而且要避免荒谬的争论，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在信仰上的道路，正确的道路继续往前进。好，那我们这个今天的金句是6章12节，你要为信仰打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已经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信用的美好竞赛，就尽力去拼，就确保永远的活命。为着这个活命，你有受紧吊，在真多见证人的面前宣认美好的信用。Fight the good fight of faith. Take hold of the eternal life to which you were called when you are made your good confession in the presence of many witnesses. 好，今天是我们提摩太前书的最后的共读。明天开始我们会进入提摩太后书。好，也盼望上帝让我们透过这提摩太前书，好，在这9天的共读当中，让我们更可以效法
保罗，如同保罗效法基督啊，来打那美好的仗。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感谢你，借着保罗给提摩太的书信，教导我们要来建立自己的家，也要来建立上帝的家，还要来兼顾我们在天上那永恒的家。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圣经上面上帝的话语当中一起来共读，一起来聆听，也一起来学习。也愿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能够将你的话牢记在心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也让你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也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在天地都要废去，但是上帝的话一点一画永远不废去。也让我们知道我们要打那美好的仗，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服事的同工，好，感谢大家，大家晚安平安。谢谢牧师，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平安，拜拜，拜拜。拜拜。